说陈昭仪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可能是胎动吧。也不知道是怎么的，我一见到她心里就特别不舒服。娘娘，再怎么说你们也是表亲啊。俗话说得好，表亲表亲，扯断骨头还连着筋。不过陈昭仪她确实有点过分，作为你表姐，还处处跟你作对。她怎么会是我表姐呢？娘娘，她是你姨娘的孩子，跟你的名字相连啊，叫妙芝。这皇宫还真是，哼，什么亲情都没有，姐妹之间也往死里斗。在这个皇宫里啊，为了争夺皇上的宠爱，亲姐妹打得你死我活也是常见。就为了一个臭男人，你说他们至于吗？有很多美人为了进这个皇宫挤破了头。不过娘娘，你不用，因为你本来就是美人。娘娘，自从你病了之后，总是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疯话，宫里人多嘴杂的，总会说三道四，你要小心啊。哼，这个呀叫树大招风，高处不胜寒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娘娘，你又说疯话了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帝陛下，娘娘正在沐浴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今天去见三王了？对。哼，怪不得你的病连国师都查不出来，原来你躲在这里装疯卖傻，就是为了方便跟三王私会。你想跟他旧情复燃吗？我没有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。枉费朕这么宠着你，你不但跟三王藕断丝连，还推倒陈昭仪害朕的龙子。冯妙莲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胡说八道，我根本就没有碰过他。大胆！居然敢用这种口气跟朕说话！所有的嫔妃宫女都看见了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你是嫉妒陈昭仪怀上朕的龙种是吧？我没有，我是被陷害的。一个怀孕的女人就可以横行霸道，随便欺负人吗？他陷害你，我看你是在害朕吗？昏君，你凭什么打我？你只是一个昭仪，竟敢骂朕！朕现在就可以杀了你！从今天起，你就跟朕带到冷宫去，朕再也不想见到你。
娘娘，皇上怎么能对你下得去这样的狠手呢？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让我看看，娘娘。冯昭仪，你们还是换个地方住吧。慢点儿，娘娘，您真烫，你发烧了。真不想待在这儿，怎么才能回家呢？好想住住啊！娘娘，皇上也太狠心了，那么宠爱你，一句话就把你打入冷宫了。开门！娘娘，可能是御膳房送饭来了。郭公公，怎么都是些剩饭啊？而且还是冷的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你还想挑三拣四啊？今非昔比了，还拿自个儿当个人啊？走。郭公公，郭公公。娘娘，平时我们都是列单子给御膳房，如今只有冷饭了。柳儿，你再去找一床被子过来，这个房间太冷了。娘娘，没有被子了。这么冷的房间，一床被子让我们两个人怎么睡啊？娘娘，您躺下吧。啊，不行，柳儿，啊，去找一把刀来。娘娘，您可要想开一点啊！你当我要自尽啊？娘娘，您暖和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娘娘，您真聪明，而且还胆大。我从小就挺独立的，像个男孩一样，打架什么的都小菜一碟。说了你也听不懂。娘娘，您有的时候不像娘娘，像其他人。柳儿，你相信穿越吗？穿越？穿越是什么意思啊？穿越呀，就是从过去到了现在，从现在又跑到了未来。其实我是21世纪来的人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冯妙莲、冯昭仪，我是冯峰。你能懂我说的话吗？娘娘，你说什么呀？我一句话也听不懂。就当我没说吧。